屏东东港的强和新村，伫咧2018年登录做历史建筑。不过，国防部的空军司令部认为这认定范围受过宽，提出行政诉讼。各向高等行政法院最近判决屏东县政府败诉。目前县政府虽然是无要上诉，不过文字所虽启动暂定估值庭书，会重新提出文字审议。东港的强和新村内底大部分旧厝已经拆了，正做一地一地草坡，目前只敢若剩41间日本时代的旧厝。因为2018年和县府登录是历史建筑，军方不服提出行政诉讼。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最近判定审议过程有问题，另外公告保留范围嘛伤宽，判县府败诉。就补充程序暂停古迹，可能会把它再登录。我们虽然不认同本来上诉啦，可是后来想想，上诉意义不大啦，因为我们就赶快启动进入就好了。文字所表示，因会重新搁提出审议，不过对已经抗争真侪党的眷村住户来讲，因要争取生存权。虽然目前敢若20号有人住，有人的厝可能会气候拆掉。对我们住在这边的住民来讲，他基本上他的危机感并没有解除啊。你要保留眷村可以，你要把我的眷村的人跟真正活生生那个眷村的那种生活的样态保存下来。人是写文化的，不是土地跟这个房子在写文化的。眷村住户也未放弃，另外针对判决，空军司令部表示，41间历史建筑会保留，唔是文字的范围会拢总拆除。若是县府佮提出文字审议，因嘛会尊重结果。记者邓家文、赖伟哲，屏东报道。